来关心台北捷运公司按算要取消电子票证全部拍8折的优待，总经理甘邦杰昨就讲到，因为即马当咧检讨电子票证，无论是大细汉，全部拢拍8折的优待办法，想要来改用愈侪优待愈侪方案，按算年底进前就会交予市政府来决定。 轻轻一刷这个电子票券好方便，但是要注意喽，这个8折优惠恐怕直到年底。这个用电子票就拍8折的优惠已经有17年啊，今麦说传讲台北捷运运输本业因为第年拢了10亿以上，所以讨论要把这个优惠取消。台北捷运虽出面澄清，讲不是取消，是调整方案。 公司目前呢是由副业来挹注本业哈，所以目前虽然我们的财务状况是正常而且有盈余的，我们现在目前是针对，例如说每个月搭1次。 跟搭100次都享受同样这种8折齐头式的平等优惠方式，我们在研究来做一些检讨。根据了解，台北捷运运输本业虽讲去年卖票的收入有164亿，不过也是了超13亿，因为副业的部分有赚19亿，所以算来也是有赚钱。不过袂当等到真正了钱才要来想办法，所以就重新调整优惠的政策。本来1228月票甲公车班车优惠拢未改变，要改的部分是希望会当甲 过去全部拢拍8折的优惠，该做侪愈侪改，优惠就愈侪的方式，唔知影民众有法度接受无？应该还不错吧？少搭的话，其实用买票就可以了啊。常搭才有回馈的话，那少搭人就会降低他想搭的那个诱因。 民众有人赞成，也有人认为会产生无好的效果。不过，规个优惠的细节目前也搁伫讨论，爱等到年底确定的方案才会出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